裴总，你可真男人呐！他真是高深莫测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他是在想公司未来的发展，这就是作为老板的担当。这就是设计大师的思想境界吧？裴总这个人太真诚了，不愧是裴总，永远都是那么镇定自若。系统将为您提供初始资金，助您开启致富挑战。正在随机生成盈亏转化比例，只要把系统资金全部亏光，就可以躺着赚钱，绝对能亏光30万。结算日倒计时启动。上线仅1周就回本，还净赚20万。